今天两个真的也是一个好朋友、好兄弟来的。是，可是这两位的结合，我也是觉得蛮特别的。哦哟，就是很不同型啊。不同。我是觉得还蛮一样的，接近的，颜值都很高的。欢迎黄文信、黄东辉。颜值高就对了。阿达今天讲话还蛮诚实，诚实，这样好吗？不要这样吧。那可是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？哦，我们两个是拍戏认识的。哦，拍戏是已经认识朋友了。我觉得除了外景啊，就戏剧才有机会就长时间相处。对啊，所以才有机会变成兄弟。是。而且一部戏拍真的很久，对不对？对，超久。可是我之前碰到灯会的时候是在《麻醉风暴》，可是就没有看到他就从我面前擦身而过。毕竟他是现在是很厉害的专业演员。对，是麻一还是麻二？麻二啊。麻二的时候，我怎么没有印象？因为他就没有就是。是谁是跑龙套？我是跑龙套。哎，你到底跑专业的？哎，我跟你讲，我是专业跑龙套。对啊。可是你出现都是一大亮点嘞，我不得不这么说，就是是黄东辉。就是我大概就只会有1场2场，但那会不会剪成预告？对，那1场2场都还蛮关键的。他的预告很多篇呢，都是他。可是听说你们两个人第一次认识的时候，灯辉是演他的我算他的手下吧，保镖，其实保镖啦，保镖啦，就小弟那种吗？对，就算也不算小弟嘞，不算小弟，算是有画面，算是兄弟。哎呦喂，算是兄弟。哇，灯辉哥，你那时候我替他做事情，皮肤特别好。那时候胶原蛋白多一点，我现在胶原蛋白流失蛮多的。对。所以那个剧情是，其实文信哥是老大，我是太子，他算是一个，对，老大是那个蔡正南哥，是太子，所以在现在还记得那样的戏的话要怎么演吗？我就你知道吗？因为他背景是比较黑道一点，然后我的角色是他的算是手下的一名大将，所以我比较就是冷血无情那种感觉，跟你平常的风格。我记得我演那部戏的时候很好笑，因为我想要入戏一点嘛，所以我回家的时候我也没有笑，然后我老婆跟我讲话，真的，我老婆跟我讲话我也都不耐烦，我甚至连等红绿灯的时候都在，他顾了。对，他这个是用就是想要入戏的方法，然后在家里当大哥。哎，这样老婆可以承受得了吗？我老婆就是那阵子还蛮讨厌。他老婆后来马上接一部戏叫《武则天》。哇，爆炒！我说小陈呐。所以那部戏就是因为演兄弟，对，所以就真的也变成好兄弟，就好兄弟，很容易。他在片场会逗你吗？其实他会逗大家，他的那个就是你知道他就是一个综艺咖来的嘛。对啊，对，他在荧幕上看起来像很凶悍这样，那其实他在现场就是荧幕上有吗？有了，人家演戏的时候还是戏里面，了解，不要否认人家戏剧的作品，好吗？明白，专业演员是。就他是比较慢熟，然后我就四处装熟。哎，对，这样很互补啊。哇，难怪会当朋友。可是平常是怎么会约出去？有什么特别的嗜好一起？其实平常很少好约呢。对呀，一定很难约吧？大家都在忙自己的工作，对啊，其实也不是很好约。其实当网友的时间比较长。现在这时代都这样。而且我在家也会跟老婆当网友啊。我老婆当面跟我讲话，我是不会理她的。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手机噔，我老婆叫来，我不会。可以帮我拿一下东西，是从房间里面拿出来。我肚子饿了，我想说可以煮饭了吗？等。你们家是有多大？不可以用吼的吗？他在炫耀，你知道吗？100多平。对。没有，就觉得用手机聊就好了，就是懒得当面讲这样。但那个时候你们这样子一起拍戏的时候，是那个时候过程里面会一起上下班或出去吗？哎，那时候我们还会一起约到网咖去打电动。对，太夸张吧？没有，还有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，空2个小时空班。对，就去打电动，就附近的网咖这样。我跟你讲，真的，这是男生会做的事。真的吗？而且男生会做的是接下来的事情。我跟你讲，超瞎的，因为那个柜台是一个还不错的妹子，然后那时候有杨明威，他阿雄吧，陈志强，对，陈志强，我们4个有了，我们4个就说等下过去，然后我们看谁可以要到电话。一群无聊的人，4个男的搭上网，一个过去要电话。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？什么？ 4个都被打枪。
真假？真的啊，没有挑任何一个哦。没有都没有挑，没有挑，职业规定啊，职业规定，就私底下再说。他们可能是怕会有什么整人节目吧？有些对呀，你们这样一起出现，谁会相信啊？拜托，他不给。所以我不懂哎，就是现在的男生都很沉迷于打电动嘛？也不一定，但是一群人没有打电动，有，也是沉迷于打电动，没有到沉迷。你是不是花200万抽纸片？对，然后呢？什么东西？什么200万？什么东西？因为那个要先抽到红遍，再用红遍去合，对，那真的很难。你在说什么？是不是？你真的有花钱？对不对？老实讲，你有没有花钱？我跟你讲，基本上我们这种稍微氪金的人，或者是小氪，还是会花一下。没有啦，因为现在就是大家生活压力也比较大，我们要转移一下注意，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的尊严，我们在虚拟的世界里得到。你冷静一点。可是人家在家庭里面也是有得到很多的尊严啊，但是听说因为打电动，所以就让老婆生气了，是不是？哦，你哦，我是还好，但因为我比较没有那么沉迷，因为早期你知道什么天堂那时候刚出来的线上游戏，其实有迷一阵子，然后就觉得。每天就是去工作的时候，你心里面还在想着，因为所谓的挂机，应该你们知道吧？我不知道，请翻译。挂机就是你人不在线上，你用一种程式把它套在那边，然后他自己就会在那边就他还在打这样，你自己可以出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事，他就练等级。那这样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就挂着就好。可是有时候你会怕会被别人就是把你给，就你在自动练功，别人会来看。别人也会来。但文兴哥，我要跟你告诉一件事，科技已经进步了。是，你现在在家里挂网的时候，你可以用手机监看电脑的荧幕。哦，对，所以的话是可以直接可以。对，我看一下好不好？在录影呢。我那天冲+9失败，你知道，太贪心了。冲+9，我跟你讲，我基本上我到+7我就不敢动了。是哦，对啊，我+9贪心要冲+9。现在是观众会以为我们在看电脑。可不可以冷静一点？不是啊，因为这个，你知道游戏的魅力就是这样，你只要一进去你就很难，你就深陷很难，一定要完成才会结束。对啊，你们真的是入魔。我想黄灯会应该也是入魔的版本。我被老婆骂了一阵子，然后曾经我老婆做一件事情，然后在网络掀起了腥风血雨。什么？我打到一半，她拔我网路线。太好了！怎么会好？就跟人家抽烟，然后把那烟剪掉是一样的道理啊。不太一样。但后来她再也不拔我网路线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去年，因为一个游戏《魔兽世界》，然后他们办了一个嘉年华，我带她去玩。机票跟5星级的饭店都游戏公司出的，为什么会？因为我是资深玩家，我去帮他们直播，所以我带老婆出国去玩了1个礼拜，在 LA， 是他打电动打回来的，打电动打出来的，所以现在打出来的，现在所有的女朋友跟老婆直接都是鼓励男生成为电竞选手。是因为这个，真的，现在已经有些学校有电竞班栽培了，而且你知道，就是因为打电动这件事情很国际，很国际，所以像前阵子也有暴雪嘉年华，然后参加过 LA 的，然后还有在瑞典举办的，女生想不想去北欧玩？很想啊，想去北欧玩就让你的男朋友好好的打电动。真的，因为我朋友就去北欧了，已经变成一个合理的借口。这是一个歪道，这是个歪道，这太夸张了。顺便去芬兰赫尔辛基那边看看极光，多美啊！不过我接受，就是如果你沉迷于游戏，然后你最好给我玩到 Pro， 你就做到最厉害的话，那没有什么问题。有一些成就回来，有一些成就的话，那你就玩吧，你玩啊。那我们手机拿出来监看一下。玩啊，还要监看一下，一定要看一下啦。还心系着游戏这样。不过这是新的时代的一些游戏，可是你们以前其实还有一个共同的回忆，就是布袋戏。对，对，哎呦，两位都喜欢布袋戏。对，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看？我从什么时候？几岁的时候？弄年纪。对啊，这样怎么好意思啊？几岁的时候？我蛮小的。我只看过重播啦。10岁吧。你比我早。我大概12、13岁。霹雳，我大概国中的时候。霹雳。国中。对，霹雳系列的。很早。哇，好厉害！所以是那种很大尊会飞。一开始有这么大尊吗？一开始好像是小的，是不是？一开始就头大，有越来越大，后来真的变成很大，而且加3D 科技。对，哦呀，我有看到过。以前的特效是真的在现场放鞭炮啊、喷冰啊，现在就动画。可是我有问题，就是布袋戏已经就是进步到这么多，为什么那个声音还是一定要？对，一定要用丹田发力。对呀，好强。那个大家都会模仿，对不对？也不是大家，那个其实不容易。然后最强的就是黄文哲老师嘛。对，你应该会来个1、2招吧？你先来表演一下。我现在表演。我麦克风 echo 加好了。
你要模仿谁？模仿谁？就哪一尊角色？就是我模仿一个乱世狂刀。好，狂刀，光这音效就像。对啊。喂，好。一笑一剑平生，老师也答应。古今公元15年，我乃断世功德。哎呦，你们没看过对不对？没有，好像，可是很像哎。素还真，老师是直接加那个音效。要不要听素还真？素还真我要，素还真我认得。素还真就不用 echo 了。哦，半成半成也半身，转路转得是转行，脑中金书中万贯，将那本部半边天。哦，发现他的那个声音还有语气，刚才是很刚烈的，对，然后完全他变超柔的，然后那个黄文哲老师，他连女生的声音都可以做出来，真的假的？对。那黄登辉老师呢？我来试一个一页书的，你认识一页书吗？一个和尚，还蛮厉害的。老师请了。哎，因为我会破音，因为后面是假音上去，因为我不是黄文哲老师，所以我会破掉。我了解了，比较尖啊，比较尖。他是很尖的。敲进英雄啊！哦，有，要上去我就破掉了。对，但是没关系，现在黄文哲老师不行了。他是真音上去的，好厉害哦！你刚是用生命在模仿，已经爆出来了，不容易，还行，对，可以。你们喜欢的东西都好 hardcore 哦，真算 hardcore，就是电玩都要打到变 pro， 然后玩不太起要学到就是这么像才。这是真男人，真男人。对，就做任何事情都要做到极致就对了，这样才可以。对。要么就不做，要做就做到最好，研究到最深。他现在的眼神好犀利哦，我觉得接下来会在各大电竞场合看到。对，可以转型到好成功啊，好厉害啊！好，哎，你在模仿我？没有。那两位都是爸爸，所以会带着这样的犀利的眼神跟自己的小孩做教育吗？你说用素还真的讲话？对啊，你哪是？不会啦，其实小孩子就是不乖的话，当然会用比较犀利的眼神。那你是虎爸吗？就是家里是扮黑脸的那？我家里是扮黑脸，但是我觉得当然不能一直扮黑脸，因为我会怕说小孩跟你会有距离。有距离。对，所以还是该跟他玩的、跟他互动的时候，我觉得还是要尽情的跟他玩、跟他互动。但是他只要一直在做错事情，然后你一直跟他屡劝不听的时候，我觉得你还是必须要有一些口气上的去制止他。你是用劝告的方式，还是会？一开始是劝告，后来就会大声的这样，就会狮子吼这样。可是黄登辉，你当虎爸，有人会相信你吗？其实我还蛮不虎的我还蛮白脸。虎但是我纸老虎。就跟他讲，他好像会自己弄一弄小孩，自己就笑。对，然后有时候我会玩得比小朋友疯。反而是他出来被妈妈本来是要揍小孩，先揍爸爸。对，本来只是他们可能是在玩枕头丢棉被，最后是我在床上跳这样，然后整间弄乱，然后我被老婆打这样。罚跪的进去。但是如果小朋友犯错的时候，就刚才文心讲的，小朋友从小到大的那个过程，那个养成那个习惯非常重要。所以当他做错事的时候，你必须要很正经的，然后让他知道他做错，要给他处罚，严正的告诉他这样。你玩的时候是玩，但是他做错事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把你的那个知道，因为小孩子很聪明，像我的小孩，他就有一次不知道做什么事情，可爱哦，做什么事情，然后呢，你说不行哦，然后他还跟你嬉皮笑，他就知道说。你是不是他会测试你是不是真生气？好，我就说你在笑什么？我是真的在跟你不是该跟你开玩笑。哇，好辛苦哦，跟自己的小孩都要演戏没有这个要，因为小孩真的小孩会测父母的底线。会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只是口头教训，就代表说这个层级不够高。真的哦。所以他只要一翻点小错，你就直接翻脸。你有这个经验？对，因为我平常在教什么教什么，哪有小孩？就是真的都会，真的会，小孩子很聪明的，太酷了。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好，比如说我要叫小朋友吃饭，我说还不吃饭，然后我就这样，还不吃饭，你再学我，再学看，
然后就是你大声之后，他就马上就开始吃。对，哇！那如果你没有，他觉得你在跟他玩的时候，他就一直在那边跟你装疯卖傻这样。好可爱哦！啊，我其实觉得有小孩一起相处是一件很勾追的事情啊。你看他们这2位人父，只要一讲到自己的小孩，都笑开怀耶。刚刚看起来不像哦，我想说，只是因为要接广告，都在大声，对，给他们一点感觉，好像是慈父的味道而已。休息一下，进广告。今天呢，黄文兴带来了新专辑，耶！我很想要看，是因为登辉拿了一个很像韩星沙龙照的照片。这个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应该文具店会做成护贝卡。对呀，然后小小张卖15块的那种。哎，对，然后一个钱，15块这么贵吗？对呀，很贵，我还买过。哎，好，人家 CD 都拿出来。对，不好意思，恭喜！哇，好漂亮哦！哇，这还有谢谢。这一张专辑的包装，我目前没有看过这种包装哎。跟大家讲一下哦，现在只要买专辑就可以好礼3选1。刚才看到的是样式1，是样式2。哇，来哦，样式3，陪你睡觉觉，想跟你躺在一起。看你喜欢哪一种，你可以跟那个店家选。对，很贴心。我们这边不用来中间的，就是在座位上自己的位置就。其实这个包装还蛮特别，这就是空运过来的材质。对，然后这个概念是用一个很像糖衣的设计，然后做一个包装这样。这个好厉害。那其实在表达就是爱情就很像被糖衣包覆着一样，就让人家觉得外面有一层糖衣。对，然后甜甜的感觉很浪漫。那其实，在糖衣的包覆下的爱情，它有着非常多的酸甜苦涩，对。然后也就像我的里面 CD 的每一首歌曲，它都是代表的每一个人，他有可能当下在谈恋爱的、谈感情的时候会遇到的一些状况跟当下的心境，所以也还蛮值得大家去慢慢的去品尝。这个光包装就有很特别的含义。对呀，阿达，你做了那么多张专辑，这个应该很撩棍吧？这个超花钱，超花钱的。对啊，你没看到里面吗？就直接呢像包肉一样把它。哎，不是，像糖果一样，像糖果一样。那吃那个法国空运来的饼干也是用这种纸。而且它最有心的是什么？这些都是可以吃的。你试试看。真的吗？可以融化在嘴巴里面。你试看看。真是的。哦，打开这一张，哎，这个这样子很帅，很韩系哦。对，真的很韩系。而且因为其实现在也流行有点80、90的。所以这个夕阳洒在脸上，这个其实当年4大天王那个时候，对，是有这样子流行过，就这种发型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这个会有夕阳打在上面。你说傅成吗？傅成，而且日本的时候，那时候木村拓哉长假哦，也是，都是这个系列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这一次还有另外一个主轴，就是其实这次出的歌曲是台语歌曲，是它都是台语歌曲。那其实台语歌曲所有的编曲都是请一些制作国语唱片的老师来编曲。哦，那主要目的是想要说借由因为现在台语的部分，因为台语是我本身的母语，那其实台语现在年轻人比较少会去听台语歌曲，都是比较听华语流行音乐。对，那所以我们这次做台语的是以华语流行音乐的编曲作为一个主轴，那其实只有语言不同而已。那因为我觉得音乐是不分语言的，绝对不分语言。对，所以我希望就是借由台语的部分，把它做的也是很流行的那种的元素都放在里面，对，都放在里面，然后希望借此呢能够吸引一些年轻的观众族群。还有跟很多厉害的老师合作，也有 Jerry C 啊，写小幸运的，对，还有许仁杰也有，是。哇，然后那个制作老师也有制作过一些大牌的歌手，比如说像那个阿令这样，就是厉害，对，等等。还有囧家也有，对。那我真的是蛮想听到你主题曲是哪一首主题歌嘞？主题曲是丢告家，丢告家，就到这，对。就现在听到的这首吗？对。我们今天是有机会听得到的吗？如果要听得到的话，要突破一些关卡。要有关卡，要有一些关卡。那这个是已经拍 MV 的歌了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有拍了。那这个 MV 有什么值得特别介绍？这 MV 太值得介绍了，你吓到我了啦！什么啦？
这 MV 整支我是捏着大腿看完的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你让他好好的阐述一下这支他进行的。其实 MV 它其实是三角恋嘛，那就是三角恋很正常啊 ，MV 对对都有。可是呢，三角恋就是我邀请了谢承君仔哥，然后他来当里面的另外一个男主角，然后另外一个女主角是跟我在一起的，我们在交往。可是到后来我发现我喜欢的不是那个女生，是喜欢的是仔哥。所以这是三角，喜欢的是另外一个那个男生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所以其实是跟谢承君演一对。谢承君他不知道，你喜欢他。对，他喜欢的是我女朋友。对，但我后来发觉，我心里面其实喜欢的是谢承君。天哪！其实也是要这个 MV 也是要表达出，就是其实每一种爱都是值得被尊重的。那跟谢承君演有什么样的心情吗？什么样的心情？就是还蛮尴尬的，因为我太老实了吧？不是因为其实我没有在海边跑步哎，这种青春浪漫。对，而且等一下我还会演一些很腼腆的那种。还有滚床哦，滚床都出来了。对，哇，会很多就是女主角这么美，真的女主角这么美，哇塞！其实看到这个 MV 之后，谁最害怕你知道吗？谁？登辉哥。为什么？你看他跟他打电动的时候，其实是想要摸着他。对呀，每次都要教我打，然后就一直摸我的手，来，我来教你打一下。其实当初他跟我拍那个戏《蒙甲耀会》里面的角色，他当我保镖，可是大家网友都说他就是有一点是爱着他的，对，是有点就是有点那种情愫啦，他没有那么没有讲出来，没有那么表现出来这样，就是我放在心里的爱，我愿意为了他做任何事情。对，那兄弟怎么可能会做到这个地步？是不是爱上了？一定是因为爱这样，超越了友情，甚至是为了我去伤害别人这样，他都在所不辞。那如果是谢承君跟黄登辉一起演亲密戏的话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我不好选的，这么不好选吗？可能会选择自尽，会不会？这种决定，我不如去死。太惨了，太惨。那如果是你选哪一个？你说什么？就是谢承君跟黄登辉。跟黄登辉。来吧，宝贝。你选一个一定要演亲密同志戏。来吧。对，而且可能登辉。为什么？我不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可能他有留胡子嘛，有点不喜欢交叉感染。哎呀！好了，要现场听到这首歌吗？对，当然。我们今天有设一个小关卡哦。比手画脚测试你们的默契。好，登辉哥来比，文清哥来猜。我来猜。猜对3题呢，就可以打歌。你要好硬哦，你要比好了，2题就好了啦。3题啊，压力很大哎。如果没有到3题，就打我的歌。你有歌啊？有歌啊？你最近出了？没有，之前的上一张。旧的不要打，不要打，是不是？我们教大家还要打，教大家怎么喝那个合成9遍、10遍啊，10遍。什么东西？换位置。来。希望可以抽到简单一点。应该是因为我们那个题目好像跟你们有点关系。对。题目是跟你们有关系的题目。好，所以我现在可以讲了，我觉得。真的吗？范围是跟戏有关，跟戏有关系的。所以我现在要开了吗？他会看到。那你要先走过去，对不对？对。因为摄影机要配合那个。好紧张哦。完蛋这可以啦。这很简单。这可以啦。完蛋。这你可以的啦，你用5关就演完了。好，我试试看。好，我试试看。我们有规定时间吗？可以吗？我可以转过来了吗？2年哦，我们就假装有1分钟好了。题目收好。好，题目收好了。来，可以转回来了。预备，开始。4个字。第一个字。喝。第二个字。痛。肚子。肠子。肾。胃，这是胃。第4个字。被放出来啊！他不以为是拉肚子吧？伸出来啊！伸出来，伸胃。就已经有2个字了。胃是句哦。 4个字哦。你还想不出来，可能会被揍哦。很简单呢。第3个字。不好意思，不能用象形文字。对啊，你第一个再来一次，第一个字。
第一个字也是器官，喝啊，第一个字，胃，胃在那么高逆， ，10、9，什么啊？沉默的器官，沉默的器官。这个肝胃人生。够！我的天要暂停一下。不是，这我谁的问题？这也太……这谁的问题？这是黄先生啊，不，两位黄先生。对，黄先生有胃跟肾人生，后来呢？有这么难吗？已经有胃跟生，然后胃生胃生，对吗？是什么东西？他太少玩游戏了。对，真的耶！我跟你讲，我来猜你换一下，来猜对，问一题。我比较会想东想西。要知道什来么？结果他真的超不会比。来，我不要看，不要看。那你先转过去，OK。完蛋，看一下啊。好，哦，这嘛就简单的啦，可以的。好，收起来喽。这很简单，啊，很简单不。要念出来，很简单念出来我们就作废了。好了，预备备，来，请好了转身。请转身，先几个字？开始。几个字4个字，不能讲出来啊！4个字，第一个字。太意识形态了啦，不行这样哦，看望这样没有人看得出来。第一个字，祈祷第一个字，念诗好哦，想帮忙哦。好，然后呢？第二个字，第二个字失目的人哦，对，对，比我就等一下，不是啦而且这一题其实是谁比的？是演员。对呀，对。我的天哪！我你思不能，因为你思考这样子比，不会有人去往思考你猜吧？我跟你讲，你这样比都比较好，你就这样。我都还比较知道是死，对啊，对，都还比较好一点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哎，不行，谐音是是啊，对啊，但这个是完全猜不我真出来的。的很不会玩游戏的。你刚刚说到玩游戏，演戏的方式在内涵，所以我很适合猜，因为我很会想。好，所以现在大家才知道游戏规则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我们等一下下一题开始呢，都只有30秒，好吗？来了。不过要跟大家讲，因为时间也快要差不多了，不然就有人打不到歌了哦。完蛋了。来，我帮你。哦，这也可以啦，这可以 OK，这可以，对哦不对？这可以。好，预备，准备开始。几个字？5个字哦，5个字对。哎，第5个字，稳，什么稳？好，第一个字，胃痛肚，再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再多一点，好，差不多意思，差不多。做句子稳。对，好厉害哦！2题了耶，已经2题了，所以再1题你就可以打歌了。好，不是这题目也容易啊，关键字不容易啊。对啊，我觉得制作单位设定的对。哎，所以我们就是你要比他要猜，我们赶快过关，他就有比较长的时间可以打歌。对，他就比较长。如果我一直没有过关的话，就节目就结束，他没打到。那他就只能唱10秒。最后1分钟哈。对，那我们要准备要结束。好。哦，来了，这个厉害了，这字好长哦。OK。OK。好，可以。预备备。来，几个字？开始。这么多，6个字，哇，完蛋。第6个字，大圆朵痛，龟说包，什么包？什么包？第一个字，我什么包？对，我中间都没有要比的意思。什么包？我工作不出包。我什么有这种戏吗？1停。我爱叉烧包。再让你猜。我爱莲蓉包。跟戏有关。我什么包？6个字。跟你讲一下，面包。哦，面包的戏是不是？对。我的面包。这个他有演吗？我的好吃面包。我的。完了啦，猜不到了，面包猜不到，忘记就是忘记。我的意外面包。韩牌啊！韩牌啊！我还有机会吧？你还有机会，只是我浪费一点时间。对。好了，最后一题。好，最后一题喽。我爱叉烧包。我爱叉烧。叉烧包啊。好的，这一题。来转过去。这个好比啊。这可以啦。一开始就是。对呀。好，等会请转回来。预备，开始。 4个字，第一个字跟第二个字。
吃哦，吃的东西。包，三角形，饭团，2个字是饭团，饭团之家。答对。OK 啦，这个 OK。我比较不喜欢吃面包，饭团的牛肉面还是其他的什么都可以。对，个人比较台式一点啦。耶，猜完了，我们有答对3题吧？有。耶，黄文熙可以唱歌了。剩几秒。我们前奏完就会卡掉了。谢谢大家。好了，快点，没时间。好，文兴哥，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文兴哥带来的表演，请。伫爱情桥本内底的我，不顾一切用生命去换。原来我只是你的陪嫁，无能力解释旧情的变化，踮伫感情的世界。想这是故事最后的主角，心碎的想无要留互相，旧情无奈甲心痛，就由我来收煞，就到这，那就到这，情到达，袂当出。就到这，爱搁接听，就雨伞放雨开，你我。谢谢。就到这。到家，太好听了啦！这首歌是有感动的感觉耶。有，你要搭配 MV。真的哦，那个感动好多层，真的是。我们今天要谢谢2位了，真的很谢谢。我们今天带来听到很好听的歌，很开心，真的。而且更了解2位的友情呢，非常的开心。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喽。